收看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新聞首先帶您看到高雄產業轉型持續進行中，但是前鎮小港地區依舊是煙囪與工廠林立，大型車輛隨處可見。為此，在地議員希望高雄市政府能積極推動各項建設，落實區域平衡發展，才不會讓身為高雄國際門戶的港鎮地區淪為三線區域。近年來，高雄經濟發展迅速，高科技產業及國際大廠紛紛進駐，但素有高雄國際空域門戶之稱的小港和漁業重鎮的前鎮地區卻沒有改變。對此，地方擔心會因而淪為落後的三線區域。小港這幾年比那個沿線區的，我看那個橋頭都比我們強，仁武、大寮這些以前農業縣幾萬的人口，我們從10幾萬的人口變到現在10出頭萬哈。我想在關鍵的時刻，市長這麼用心，這麼多區都是那麼建設的那麼好，那前鎮小港在這個關鍵時刻，是不是幾大建設也拜託市長，拜託我們的行政團隊，能夠給我們緊盯政策哈。都市計劃的這個調整哈，各請這個都發局能夠持續的能夠來做檢討哈，希望說能夠配合整體城市的一個發展哦，尤其在小港前鎮區哦，未來它不僅是產業的樞紐，更是交通跟我們這些高科技的產業，好像我們的算力中心，那我們在前鎮的部分也有幾塊合適的這個地方，希望說未來可以開闢園區。前鎮小港地區作為高雄重要的交通樞紐，大型貨運車輛、煙囪、工廠成為既定印象，交通繁忙，老舊聚落林立，青年族群紛紛外流到其他區域，也使人口數近年來有減少趨勢。安那人無入來，咱的煙筒太濟支啦。工業用地攏佇遮，攏佇即路面紅皮頭門港去踅啦。貨運啥物貨攏嘛佇遮，是要咱帶動人的入來。你也無起，也無建啥物建設，也無啥物迄落。前鎮小港國際能見度很高，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小港機場，有一個台船，有一個中鋼，國內外的旅客那都會來參訪，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留在小港過夜，也沒有人願意留在小港吃一餐飯，造成我們這幾年前鎮小港雖然能見度很高，但是呢，我們的人口數驟減。我也憂心，如果沒有相關的配套，沒有相關加強一些市政的一個亮點，可能小港會變成三線的區域哈。對此，在地議員也要求落實各項既有政策推動，如大林埔千村國道7號新建工程、小港林園線捷運的興建，以及老舊聚落都市更新等。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表示，目前各項業務都已按照期程實施，但如果有關中央的建設，還是需要等到進一步的指示才能有變更空間。記者陳奕軒高雄報道。高雄捷運衛武營站連開案還沒有蓋好就先得獎。高雄市政府捷運局指出，榮獲紐約 Muse 設計大獎的金獎，榮獲的關鍵在於衛武營成為國際級文化地標後所帶來的城市課題，不再局限於廣場內部，而是能夠外溢到市民日常生活當中。捷運歐10 Y18衛武營站聯合開發招商案，在去年與開發公司完成簽約，於近日傳來好消息，榮獲紐約 Muse 設計大獎金獎。歐10 Y18連開案以橘線及黃線雙捷運交匯優勢，並整合旅館、辦公、住宅及街區型商業等多元機能。當地民眾表示，期待連開案的建設能為當地帶來發展。是一定會有期待，因為它應該可以帶動這邊周遭的發展啦。而且像這邊其實算這邊都是老社區，也可以活化這邊的一些商業。買入去啊，對這當然是這百姓當然是有較好、有較有利啊，對不對？大家要出門嘛，要走遠路啊。即馬這捷運若起起來了，攏有咧走啊，攏有咧落啊。所以對這百姓來講，交通方便，買地攏足方便的啊，攏照顧得這百姓啊。較濟人來行搭，就較路熱啊。高雄市捷運局指出，獲獎關鍵在於衛武營成為國際級文化地標後所帶來的城市課題，不再局限於場館內部，而能外溢到市民日常生活之中。我們這個案子呢，就是獲得紐約的這個 Muse Design Award。
設計獎的金獎。那因為評審認為說，我們這個衛武營呢，它的藝術的能量不應該只是局限在這個館內。那透過這個連開案，這個藝術的能量可以外溢到整個城市的周邊。那因為我們這個連開案，它有特別設置了一個戶外的表演劇場，可以專門來讓我們的青創的團體來這邊使用。那而且還有一個設計的旅館，讓我們的在這邊表演的藝術家或是來這邊看的觀眾呢，都可以直接就近在旅館居住。所以評審認為這個設計的概念呢，非常的符合就是這個外溢的效果。那希望借由這個連開案呢，可以讓我們的衛武營周邊的就是藝術能量可以更加的擴展。捷運局說明，衛武營站連開案中央核心廣場採彈性開放設計，可舉辦展覽、市集、音樂會及戶外活動，與衛武營大型劇場形成互補，提供小型劇團與獨立藝術家更多創作與展覽機會，形塑完整藝文生活場域。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閒置2年的高雄物產館確定由台鋼集團進駐，將結合球隊商品與餐飲，預計在今年底開張。儘管1元優心品牌過於小眾，對於觀光加分有限，但高雄市政府期盼借由運動 IP 活化地標，讓蓮池潭周邊展現新氣象。閒置快2年的高雄物產館終於傳出好消息。高雄市觀光局證實，該空間將由台鋼集團承租經營，初步規劃結合商品展售與休憩服務功能，預計設置 WinStars 及台鋼球隊旗艦商品區，並規劃餐飲空間，目標今年底前正式開張。那未來呢，在這個物產館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包括 WinStars， 還有包括他們很多旗艦的商品，那也會結合簡易的餐飲跟相關的這一些賣店跟休憩的空間。那我們也期待說能夠有新的這樣子的結合運動的這樣子的力量，也可以結合地方的這些文化呢，讓我們的左營能夠有更不一樣的這個發展。高雄物產館位於蓮池潭旁，屋齡約32年，包含地下1層及地上4層，總面積約1410坪。先前由農業局委外經營農特產賣場12年，最後在2024年3月底熄燈，主管單位轉為觀光局。觀光局表示，台鋼雄鷹是這一次唯一投標的廠商。我們主動積極去洽詢，那包含有旅行業、那餐飲業，那甚至有一些複合型的這些業者，他們都非常有興趣。那但是在整個這個招商的過程，到最後投標的只有這個台鋼雄鷹。那當然他們在這個招商的這個投標的文件裡面也有做了非常詳細的規劃。不過，對於物產館轉型為單一品牌的販售區，市議員李雅慧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物產館緊鄰蓮池潭，擁有龐大的觀光人潮，若轉型為特定品牌商品區，恐過於小眾，對於提升整體地方觀光效益有限。它緊鄰未來的交通大學，還有我們的蓮池潭。好，那我們當地其實對那裡的期待是，會有一個跟我們觀光產業比較直接的廠商能夠進駐。好，那當然現在市府應該有它的理由。好，那我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去關心未來這樣子的一個產業可以對地方有什麼樣的幫助。這座緊鄰蓮池潭的地標建築，若能借由職業運動品牌與啦啦隊人氣帶動周邊商機，轉型為南台灣運動觀光的熱點，不僅地方期待，也是市府活化閒置空間的一大指標。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安全帽可以說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的裝備，但是安全帽舊了該怎麼處理呢？你知道在各縣市的規則都不盡相同嗎？在高雄市，安全帽的帽殼、護目鏡及鎖扣等金屬材料是可以回收的，但需要先自行拆解。機車族要換新的安全帽時，舊的安全帽應該如何處理？各縣市差異很大，因此在丟棄舊安全帽時要格外小心。民眾表示，舊安全帽應該是回收物，因為有塑膠護目鏡、金屬扣件等，要丟清潔隊回收車。因為它是塑膠啊，聚酯纖維啊，聚酯纖維，而且裡面還有一層保麗龍，都是聚酯纖維，應該是屬於回收吧？然後可以再生。回收再生，回收的車啊，什麼？啊，這個回收這鐵啊吧？哦，原來這鐵啊，哎呀，啊冇那個塑膠的。丟垃圾桶啊，一般垃圾啊，他有講啊。
安全帽並非單一材質，構造包含 ABS 樹脂外殼、保麗龍夾層、纖維內襯及金屬扣件，屬於複合式材質，增加了回收難度，也導致全台各縣市環保局的認定標準大不相同。因為安全帽屬複合性材質，那基本上我們是希望民眾可以自行拆解。那當然可以拆解的部分就是包括那個整個安全帽的 ABS 的那個外殼。還有那個 PC 的護目鏡，那這個部分可回收，還有扣環。除了這些之外，其他的像一些布料和泡棉，這個部分是不可回收，只能當一般垃圾處理。那所以說，民眾如果說可以幫我們先拆解的話，就幫我們拆解；那如果不能拆解，就直接交給我們資源回收車，這後續我們再由我們自己的隊員來處理。高雄市環保局表示，民眾需拆除金屬扣具、護目鏡、帽殼，交回收車；殘餘物丟垃圾車。如果不能拆解，交由資源回收車協助處理。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開在鳳山工協市場內的手工制碗粿是在地人都知道的老牌美食。雖然一天只營業5個小時，但每到國定假日便一定會開門營業，只為了讓難得返家的老顧客們都能如願吃到這份心心念念的兒時好滋味。當然好吃啊，我們是從小吃到大的，好吃啊！我常常過來吃，有空會過來吃，而且他們假日是大排長龍。攤位前擠滿了排隊點餐的客人，老闆態度親切地招呼眾人。開在工協市場內的老牌碗粿，靠着這份傳承多年的古早味，讓饕客們愛到大力稱讚。不僅成為返鄉遊子回家必吃的美食，更是連前總統與現任立委議員都曾來打卡享用。它就是跟外面的碗粿真的不一樣。然後我從小，因為我們在這邊長大，眷村長大，很多是不是都嫁出去了，搬走的。他們只要回來一定會來吃。這間店已經好幾十年了，在這個工協市場裡面，對，在這附近還曾經是工協新村的時候，就一直到現在。那旁邊的房子都變了，那人也變了，我也從年輕變到中年大叔了，這個味道還是沒有變。基本上我們這邊是以前眷村到現在就是延續到換新市場，就是到這裡的一個我們算是工協新村的一個老店。對，那我們從長輩到現在，我們這一代做大概是將近已經50幾年，將近快60年的時間了。特調醬汁淋在雪白的碗粿上，再添上一匙鹹香菜脯，簡單純粹的古早味，用湯匙輕輕舀起一口，香菇蛋黃肉塊一應俱全。碗粿口感細膩軟 Q， 結合配料的口感味道，在舌尖上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地人心中那份從兒時記憶起便不曾改變的好滋味。因為我們都是純用那個再來米的米漿下去磨製。那我們早上的話，都大概是2到3點時間就起來現磨米，對，然後現磨米的話，就是再下去就是那個手工就是捏料，然後就一碗一碗就是裝漿這樣子，然後下去蒸這樣，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純手工制作。那我們的醬料的話，都是用那個也是用碗粿的米漿下去調配。那我們都是醬料的部分，我們都是用那個肉燥會先去熬煮。然後再用那個碗粿的米漿下去，就是做調配這樣子。在早市裡一天只營業5小時的碗粿，為了逢年過節才有空回來的老顧客們，基本上只要遇到國定假日，老闆便會開門營業，讓眾人都能吃到這份思念已久的手工美食。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隨着酪梨進入開花期，果園內蜜蜂採蜜的景象成為春日農村最具生命力的風景。台南大內區的莊園特別舉辦果園養蜂課程，活動吸引在地大學師生組隊參與，實際走入農場來學習，近距離觀察蜜蜂生態，深化對自然與農業的理解。春天百花開，大內的酪梨花也進入了開花期。為推動友善農業耕作以及大內酪梨花蜜，左岸幸福莊園特別規劃果園養蜂課程，帶領學員從蜂箱製作、蜜期管理、溫度調控以及資源配置等重要觀念，系統性介紹養蜂的完整流程。今天是帶就是大內這邊的農家，然後還有就是嘉義大學的就是同學們，就是來認識就是在果園裡面就是透過機箱的技術來就是做那個蜜蜂的養殖，然後就是想要發展我們在地的就是特色的酪梨蜜，然後就是推動就是友善就是農業的耕作這樣。
大內區長陳俊達表示，透過養蜂課程，除讓民眾了解農業永續的觀念，也希望借由豐富有趣的課程規劃，吸引更多外地遊客來到大內，認識及品嘗各種在地優質農特產。養蜂的這個課程除了說是一個實務上，對農業很有幫助的一個課程以外，我們也希望借由這樣子的一個上課的環境，那整個課程的安排吸引到很多外地遊客可以來我們大內，就新農業永續的這個議題來多多的認識。課程特別邀請到有蜂農牧講師葉伯廷授課，透過戶外實地教學，學員不僅貼近自然環境，也能直接觀察蜜蜂與果樹之間的互動關係，使學習更加具體且深刻。蜜蜂它基本上是受到威脅才會攻擊你。好，所以我現在示範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们等下想吃可以吃，手乾淨的話，那我現在挖一些它上面的蜂蜜，然後你放到工蜂的面前，你會發現這些工蜂它會開始吃你手上的蜂蜜。有看到嗎？它會把口氣伸出來，然後舔你手上的蜂蜜，然後如果它舔得太忘我，它會整隻爬到你的手上。今天的課程你有學到什麼嗎？有學到怎麼那個生活技能，還有就是如何養蜂，吃到蠻多蠻不錯的道地產品。區長陳俊達表示，隨着永續及友善農業理念日益受到重視，這類課程也展現了農業跨域整合的發展趨勢，期望吸引更多青年及學界投入，為農村注入新活力，打造兼具經濟價值與環境永續的農業新典範。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為了推廣智慧節能與環境永續，特別邀請近鄰綠生活推廣種子講師，深入社區教導長輩節能技巧，希望從居家社區做起，以落實環境節能永續。為迎向智慧城市響應近鄰節能，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邀請講師深入社區宣講活動。第一站來到北區仁愛里活動中心，雖然該里在里長郭怡杰帶領，平時活動中心就舉辦不少活動，加上活動中心設計四面採光通風良好，具備綠能節能建築。不過里長以去年夏天電費他也嚇一跳，因此很感謝中嘉寬頻在節能推廣。在我們活動中心的話，我基本上我會告訴他們說，我們這邊是四面採光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說來這邊的話，根本就不需要開那個電燈。如果說以熱的話呢，我們這邊也有很多電風扇，會給長輩們，就是說比較靠近你自己的話，就開一個電風扇在你身邊，不要說來的時候一次開。因為我們活動中心的電風扇是屬於比較大型的吊扇在上面，你如果一次開的話，一般正常的話就是3台、6台這樣子，會比較浪費一點。所以我會告訴他們說，如果是像我們的話，我會請他們比較節約用電一點。雖然這是公務單位啦，可是我還是比較希望能節約一點。要不然的話，我們的去年的夏季電費4萬多塊，說實在話，我真的會覺得很嚇人。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趁着長輩在學習鼓動韻律之前，邀請近鄰綠生活推廣講師楊宇柱到場教導長輩如何從自己居家與社區做好節能，從電器效率選擇到環境綠化，甚至做到減少廢棄物等。我們在居家的話呢，我們可以去綠化我們的環境哦。那像我們家裡如果有陽台的話，我們可以在陽台種一些植物哦，甚至一些蔬菜。那如果你屋頂可以方便上去的話，可以上面做一些屋頂花園或是屋頂菜園。那這樣子呢，可以讓整個屋子裡面的溫度啊，屋頂的溫度下降非常的多度。那這樣子每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家裡溫度降下來的話，那我們整個社區的溫度也會跟着就會降下來。怎麼樣可以就是讓家裡的電費減少？那這個減少電費的過程，其實也是在做近鄰的綠生活。那我們從各種不同的電器，像冷氣啦，像電熱水器啦，或者是像洗衣機，還有電鍋啊這一類的每一個電器呢，我們都可以思考怎麼樣子讓它的使用的時間比較短，或者是讓它選擇比較節能的電器。
然後呢，讓它使用的比較有效率一點啊。利用這3個方法，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家裡的電用電量呢可以減少，那達到淨零綠生活的目標。透過講師分享自己家中節能方法，加上與長輩有獎徵答互動，希望讓每位長輩都能將愛護地球、節能觀念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記者林瑩跟台南採訪報道。台南佛光園美術館即日起展出筆韻生村楊小寧國畫展，展出新漢畫等近50幅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長達6公尺的《龍行天下12生肖圖》，首度在台公開亮相，展期持續至5月10號。台灣新漢畫第一傳人藝術家楊小寧舉辦的展覽《筆韻生村》在台南佛光園美術館盛大展出，其中一幅長達6米的《龍行天下12生肖圖》首度公開亮相。上面題的字是“龍行天下濟滄海，福澤全球澤萬家”。那這幅畫是以12生肖以龍為首的。然後用福氣滿滿的招財童子、笑納萬財的童子作為題材。楊小寧國畫藝術體系獨樹一格，在新漢畫創作中，將古漢畫的質感與現代筆墨融合，巧妙加入剪紙、皮影、唐三彩等元素。不管是作品漢唐雄風，將筆墨水3種技法運用得淋漓盡致，或是高貴美麗的立體玫瑰，都展現出青出於藍的藝術高度。小寧老師呢，他曾經遭遇到氣爆。但是呢，他就像浴火鳳凰一樣哦，用他受過傷的手，畫出了比一般人更有溫度的一個希望跟勇氣。所以小寧老師呢，他用他的畫筆告訴我們，火災燒不掉心靈的色彩，只要心裡有春天，處處都是生機盎然的世界。星雲大師曾說，美是生命中的一種層次，從楊小寧的畫作中就能感受到人間佛教的藝術精神。此次展覽之後，楊小寧將返回故鄉西安休養。這幅富貴萬代也特別捐贈給佛光山南台別院，傳遞愛與希望。記者周懷談的報道。創立於1896年的台南醫院，今年迎接130週年。除了有許多在地企業團體熱情響應慶生活動，還成立攝護腺中心，推動早期篩檢到精準治療的一體化服務，期盼用特色醫療來守護民眾健康，同時許願深耕在地，再創100年。1986年創立的台南醫院，透過珍貴影片，要共同來回顧100年來作為公立醫院守護民眾健康的歷程。要緊的是在傳承中創新，讓醫療不只是治療，更是公益和社會責任。30號，醫院在許多貴賓和病友的見證，正式為130週年慶生。期待台南醫院並非追求第一，而是有特色醫療。在我們台南醫院，我們堅守新年心，深耕在地，再創100年。把一個特色做起來，不用當第一啊，當唯一就夠了，當唯一就夠了。這大概是對歐院長對台醫院一個很大的期許啊。在歡樂慶生會後，醫院整合泌尿科、影像醫學以及社區健康促進等資源，也正式成立攝護腺整合照護中心，來積極推動攝護腺癌篩檢計劃，甚至由院長、副院長等年滿50歲的男性主管帶頭抽血，響應 PSA 篩檢，宣導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成效。我們從去年到現在總共篩檢5144個，那我們發現，這個指數高異常，然後轉來我們台南醫院做一些切片精準的切片診斷，那我們總共發現有53位的一個攝護腺癌，攝護腺癌都是晚期發生的，那我們篩檢確實可以早期發現這些病人，讓他們早期診斷，然後得到早期治療，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建立我們台南醫院的攝護腺癌中心，讓這些病人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進而達到我們健康台灣的一個目標。在攝護腺中心也引進最新的機器手臂，透過 3D 影像高解析放大視野，可精準切除位於骨盆深處的攝護腺，同時傷口小、恢復快，降低副作用。如此從篩檢到治療一體化的服務，正是智慧醫療與社區健康的新未來。其實只要抽血，那我們就可以檢驗血液中的這個指標，那可以及早的去偵測出這個攝護腺癌。那同時呢，攝護腺的中心它有非常好的機械手臂，可以做精準的這個切除哈，所以可以帶給我們男性的這個長者更多的這個健康上的照護。台南醫院走過130週年，未來將持續結合醫療專業、智慧科技以及社區照護，共同邁向下一個100年。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桃園北區再生水中心1期工程正式啟用，以穩定污水處理資源循環為核心，每天可供應4.3萬噸水，再加上龜山文清與中壢的再生水中心，全期可供應水量達到每日21.06萬噸，將成為桃園工業最穩定的第2水龍頭。3、2、1。啟動。桃園北區再生水中心1期工程正式啟用，這不僅是北台灣第一座萬噸級再生水廠，也是目前全國首例有污水 BOT 結合再生水 BTO 新辦的再生水計劃。啟用後，每天可供應4萬噸再生水，提供觀音工業區、桃園煉油廠及南亞塑膠等公司產業使用，穩定桃園產業用水需求。那麼今天只是第1期的啟用，它的這個容量是4萬噸的水。我們還有第2期、第3期，2、3期完成以後會到達11萬噸。那麼這些水呢，被供給我們附近的重要產業，像是中油的桃園煉油廠，或是這個亞東石化、南亞塑膠等等。那麼桃園是我們國內重要的這個工業重鎮，穩定的供水非常重要。那麼我們今天這個桃北再生水廠以外，還有今年1月底，我們正式動土在新建中的這個龜山文清水廠、中壢水廠，也都是承蒙內政部的支持，如火如荼在往前推進。希望說這些水廠一一落成以後，能夠疏解我們桃園很多工業用水的這個壓力。內政部次長董建宏也特別出席，見證歷史性的一刻，表示中央積極協助桃園市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桃園北區再生水中心的設立，不僅強化國家整體供水韌性，也同時達成水資源永續循環及節能減碳目標。除了提供整個桃園地區的用水供應穩定之外，它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整個國家推動水資源的穩定跟再生的過程裡面，我們發揮了極大的功能。我們也非常感謝桃園市政府從過去到現在，在這過去10年之間呢，我們補助115億，桃園市政府積極努力的將這些經費呢妥善的運用。我們除了完成了相關的下水道的鋪設、污水管線的鋪設達到28%，那也積極的將這一些污水做再生的利用，使得整個水資源能夠有效的穩定使用，提供整個桃園地區作為台灣最重要的新的工業產業的生產重地，它有環保的用水可以使用，也可以讓我們的石門水庫的對於民生用水的穩定呢產生最大的功效。除了污水跟再生水處理，裡面還特別將園區管理中心規劃成互動式展示空間，結合景觀水池、開放草坪跟休憩咖啡廳，提供市民朋友全新的休閒遊憩空間以及新的環教場域。那可以了解這個用水的這個水量，最後可以讓他們有這個節約用水的觀念。另外，我們在2樓我們還有一個這個國際會議中心，將近有200個座位，那也可以提供就是說附近的學校或者是要開會都可以來做使用。那另外我們剛剛有看到3樓還的這個水科館旁邊還有這個咖啡廳咖啡廳大家玩完以後可以喝一杯咖啡，吃一點甜點，然後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去處。那另外走出去的話，我們還有一個大草坪那可以跟親子一起來做這個互動，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教的一個中心。
桃園北區再生水中心分為3期建設，未來全期完成將具備每日11.2萬噸供水能力，將成為北台灣規模最大的再生水系統之一，也將大幅提升桃園面對氣候變遷的水資源韌性，有效減輕石門水庫的供水壓力，確保民生用水穩定。記者賴偉一報道。新北市透過都市更新回饋公共空間，土城學生與甘霖活動中心正式啟用，提供居民集會與休閒的新場域。市長侯友宜表示，希望讓市民共享城市發展的成果，提升社區的生活品質。小朋友帶來活力四射的開場表演，替活動中心啟用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這是新北市第516間市民活動中心，土城甘霖學士市民活動中心正式啟用。新北市長侯友宜儘管清晨剛從澳洲回來，仍馬不停蹄前來與在地民意代表及士紳共同剪彩，並與長輩們一起搓湯圓聊天，與里民一同歡喜入厝。而里長們也特別送上99朵巧克力花束給市長，感謝市長提供這麼好的場地讓里民們使用。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近年土城發展迅速，透過都市更新機制，不僅改善居住環境，也將部分空間回饋作為公益使用，讓市民共享城市發展的成果，期盼這裡未來可以作為里民活動、長者關懷及多元課程的重要據點。特別謝謝區公所的團隊很辛苦。這2個活動中心其實我們也盼了很久了，因為公益回饋空間，就希望早點交給我們，早點來做活動中心。那今天正式落成，我看2個里應該有分跟沒分是一樣的哈，因為這裡面有7個里都在這個地方嘛。我相信這個活動中心隨着土城蓬勃發展，7個里的使用的頻率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啦。所以活動中心在這樣的市中心，就像隔壁一個明德中心啊，這裡有2個啊，我覺得也很棒啊。那都集中在這個地方，讓長輩有一個好去處哈。那全年都夠共用，其實是很好的一件事啊。而土城區長周敬平指出，這邊位於土城重劃區，活動中心規劃完善，兼具集會、休閒與社區服務功能，可滿足不同年齡層的使用需求。未來活動中心將提供多元研習課程，期待能成為周邊7里服務超過4萬名市民情感凝聚的核心場域。這個地方剛好在重劃區，其實這個未來人口一定很多，周邊有7個里。所以這兩個活動中心未來其實除了提供甘霖跟學士使用之外，我現在其他里的里民也都歡迎他們到這邊一起來使用。活動中心就是讓大家可以安心的地方，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在那邊聚會，一起來活動，一起研習。所以我相信重劃區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來利用。當然這一次是用甘霖跟學士這2個里申請所以我們現在叫甘霖學士的活動中心。但是未來一定是提供給重劃區所有的居民來使用。這個是公益回饋的空間所以當把這個場地交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有去思考怎麼樣來使用。那裡面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適合辦活動或者來宣導。那旁邊還有比較小的教室，其實也可以做一些比較靜態的研習。所以我相信它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齊全，未來一定是個相當好，而且我相信使用率非常高的活动中心。新北市民政局表示，新北市民活动中心目前已達516間，數量為6都之冠。未來樹林區西園、鶯歌區南鶯等7處活動中心將於今年底陸續完工，加上還有16處市民活動中心目前正在規劃設計。未來新北市民將擁有更充沛優質的多元活動場域。此外，市府也會積極導入冷氣卡智慧節能系統及線上租借液化管理，並逐步推動結合預約系統、雲端門禁、電力控制、即時監控及廣播提醒5合1智慧管理機制，落實在地化、多元化、全齡化的目標。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做善事一定得花大錢嗎？由桃園市議員游吾和與在地人士共同創辦的大園圓心文化關懷協會，7年來專門協助經濟弱勢群體處理後事，並推動100元小額捐棺，只要100塊錢就能幫助弱勢家庭圓滿人生的最後一程路。透過鏡頭帶您一起來看這股溫暖社會的基層力量。
隨着社會發展，很多弱勢的人在社會角落遇到親人過世或分離這種大事，都只能自己一個人承擔。桃園市議員游武和多年前受到慈善團體啟發，決定將捐棺的善舉帶回大園，與在地里長及熱心人士共同成立大園原心文化關懷協會，專門為無力負擔喪葬費的家庭辦理身後事。而他們推動的理念很簡單：做善事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做善事不是有錢人的權利。我們只要你肯花100塊，我們就可以來做善事。那比如說你家庭有10個人，那你就捐1000塊10條名字。那我們對外面招募其實做善事不用去招募，我們都是有認同的來，他會去感染。你像我們一個案件我們在做差不多募10萬塊左右，但是我們這10万塊在募就有600-700人在接力600-700人在捐，所以說一人100塊就有600-700條的名字。那我在這邊重申一點，為什麼說我們每個案件大約10萬塊左右？我相信很多人在做善心掛羊頭賣狗肉，只要案件一進來，我一募款20萬、30萬，那錢跑到哪邊去？全部用在他的喪葬費裡面去嗎？所有這些費用又跑到殯葬業者身上去？我們不是這樣子，我們每一個案件我們固定差不多7萬5至8萬，那其餘的剩下2萬多左右，我們會以亡者的名字再回捐給我們本會來做急難救助。那假如說，亡者他的身後事辦完了以後，他家庭真的還很需要我們協助，我們會把其余的善款再捐給這個家庭。協會成立7年多來，已經圓滿了36件入土為安的案件，並完成了71件急難救助。並且為了防堵過去常見的斂財爭議，協會定下嚴格的規定，確保資源公平分配，更要讓亡者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程。我們有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這個亡者他第一手要讓我們接手，不要給殯葬業者接手哦。殯葬業者接手以後，我們不做，因為我們不是營利事業單位，那不是槓秋行利。這第一點。第二點，我們所委託的殯葬業者，你不，比如說我一個案件7萬5委託你，視情況。那假如說你不能跟家屬說，沒有，你這個項目在增加，你這個項目在增加，這樣的殯葬業者我們不要，因為我只要委託你這個金額，你就是要從頭跟我辦到好。那第三個要點，家屬只要接受我們做這個無力殮葬以後，你都不能對外募款，你也不能收店禮，再下來就是說，你不能說，我要求我的骨灰用要5萬3萬，還是說我的法事要做怎麼樣，那我們沒辦法，你假如要這樣子做，那你就回去你們自己做，那我們是希望說，在這整個過程當中，針對亡者，我們絕對讓這個亡者他受到尊重，所有的法會、告別式、棺木、骨灰甕，包括塔位，我們全部到位。除了面臨家庭破碎的長者，協會的救援行動甚至得與時間賽跑。大園原心文化關懷協會理事長陳德勝回憶，他們曾遇過在除夕夜緊急通報的案件。這個案子在除夕過年的這個傍晚的時間點，那我們接到了這個案子，我們馬上就來啟動來做這個關懷。那我們就趕快緊急聯絡我們的合作的殯葬業者，來幫他大體送至我們中壢殯儀館這邊來做冷藏處置。從被捐助者他往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是他一位家長、一位這個兄長陪伴在他身邊，到了走完最後一段路的這個過程裡，也是有一位兄長來陪伴。那由此可知，那社會上需要被關心、被關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原心關懷協會表示，社會上有許多因為名下有無法變賣的祖產，或是子女未盡撫養義務，導致無法申請政府低收入戶的社會邊緣人。
公部門的社安網接不住的，就由民間力量來撐起。他們期盼透過100元小額捐款的模式，匯聚眾人的微光，照亮社會幽暗的角落，讓每一位逝者都能安心長眠，也讓活着的家屬有勇氣繼續走下去。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位在桃園機捷旁邊的飯店業者主推吃到飽西餐廳，有別於一般午晚餐跟下午茶的營業模式，推出全新600有找的豐富早午餐，結合龜山在地小農資源，推出一系列限定的美味料理。跟着鏡頭一起來看看。主廚在鍋爐前現點現做美味料理，一旁還有各式各樣的自助饗宴。位在桃園機捷旁的飯店業者主推的吃到飽西餐廳，有別一般的午晚餐跟下午茶的營業模式，推出全新600有找的高 CP 值早午餐，強調慢食享受精緻生活，並結合在地食材推出一系列限定的超絕美味料理。從早上的10點半到下午的2點，有新推出我們的早午餐 brunch buffet。那這個很特別，就是說我們的時段有橫跨了早上跟下午，可以盡情的吃。然後另外呢，我們現場的菜色也相當的豐富，像我們的熱食區就有10幾道，尤其是我們加強了我們的現點現做區，我們有跟在地小農合作，有推出苦茶油麵線來凸顯我們龜山在地的食材。然後另外呢，我們還有推出在地小農的茶蔥餡餅，然後我們還有我們自己手工做的一個雞蛋糕，是可以看絲的，我們放很多的 cheese， 非常的好吃。除了基本的沙拉吧、咖啡飲品、甜點跟餐食，现點现做區是餐廳的一大招牌，尤其是特制的海鮮粥跟海鮮麵，用料實在，每一碗都會有一整顆的鮑魚，讓許多消費者直呼超級划算。全新的早午餐時段跟餐食也帶來不一樣的用餐體驗。尤其是我們的現點現做區，還有特別為大家準備鮑魚的海鮮粥跟海鮮麵，裡面都可以吃到非常大隻的蝦子，還有鮑魚，非常的豐富。就來了之後，其實蠻意外、蠻驚喜的。就是我剛剛像我吃到的現點現做的苦茶油麵線，吃起來超級香，跟我也想說，看苦茶會不會很苦，或者是不好吃，就是顛覆了這個印象。那再來就是還有那個海鮮麵的部分，我本來想說，可能因為它是吃到飽。可能它就只是放個一兩個蛤蜊啊，或是什麼小小的什麼海鮮火鍋料，就是應付過去。沒想到它就是真的是用料也不手軟，用了鮑魚，用了大蝦子，然後還有蛤蜊，真的很好吃，超級推薦。西餐廳的午晚餐buffet價格都要上千，但是周一到周四特有的早午餐時段，現在搭配優惠只要600元有找。周五及周末還有限定的日韓美食餐點吃到飽，不管是想吃清新又在地的道地美味，還是重口味的日韓餐食，都能夠好好品味。然後我們的田園早午餐的價格也相當的優惠，我們的價格每個成人是680元加10%，但是呢，在5月底以前，我們每一個人呢還可以會員可以減免100元，等於每個人可以用600元不到的價格就可以享受這麼多豐富的美食。飯店業者新推出的早午餐吃到飽，強化了現點現做比例，有各種鮮食選項之外，也結合龜山在地小農資源，運用苦茶油等特色食材，開發限定菜色，深化在地連結，提供民眾彈性用餐跟社交聚餐的新選擇。記者賴偉一統報道。今年1月，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後，引起其他縣市紛紛跟進。台北市長蔣萬安在4月2日說明實施的具體內容跟4大亮點，包括補助標準是6都最高，未來每週國中小學生還能吃到1次精選餐，預計每年讓家長減少上萬元的支出。蔣萬安也表示將成立營養食安教育推動專案辦公室，透過食材履歷的機制，即刻登錄食材，確保學童都能吃得安全又吃得健康。與西園國小學童開心的吃營養午餐，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台北市115學年度公私立國中小營養午餐政策發布記者會上宣布，8月30號起，台北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校營養午餐全面免費，預估全市超過18萬名學童及家長，一年將減少至少1萬元的經濟支出。蔣萬安也進一步說明政策亮點，首先是補助標準6都最高，國小每餐價值87元，國中每餐92元。
我說我們就用最高標準，所以我們補助標準，國小87元，國中92元，6都補助標準最高，因為品質不能打折，孩子的健康不能妥協。接下來則是食材品質全面提升，與台北農產、漁產及畜產3大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腳安表示，將確保食材在地最新鮮、最優質，而且直接從產地送到餐桌。我們食材品質全面提升，因此今天我們很高興跟北農、北漁、北畜簽訂合作備忘錄。我們要確保我們的食材在地最新鮮、最優質，而且直接從產地送到餐桌。第三，則是菜單設計、烹調方式全面優化。腳安表示，未來每周提供至少1次的精選餐，也就是完整的肉排、魚排及無骨雞腿排。每2周還能吃到1次本土漁產，包括鬼頭刀、小卷及9孔等海鮮。我記得過去營養午餐大部分是肉塊，或是這個碎丁碎塊，但這一次我們每一周的精選餐，我們會完整一整片的肉排、魚排、雞腿排，而且我們會透過菜單的設計還有料理烹調的方式，讓孩子可以吃到優質蛋白質的海產。我知道有鬼頭刀，有小卷，還有9孔，我們讓菜色多樣豐富，吃得飽、吃得好，也更美味。最後則是成立營養、食安、教育推動專案辦公室，透過優化升級的食材履歷機制，將食材即刻登錄，讓家長隨時掌握孩子菜單內容，同時增聘營養師，提升營養午餐品質。安全絕对是我們最優先考慮，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成立了營養、食安、教育推動專案辦公室。我們透過更優化升級的食材履歷機制，即刻的將食材登錄到系統，讓家長爸爸媽媽隨時掌握孩子菜單的內容以及食材的來源。另外，我們也增聘了營養師。我們除了符合法規的標準，我們再增聘9位的營養師，讓他們來仔細檢視我們的菜單內容，我們營養要均衡。針對基改食品進入校園的問題，腳安受訪時強調，一定確保使用在地食材，禁止基改食品進入校園。我們一定是確保用國產在地的食材，禁止基改食材進入校園。腳安表示，台北市不只提供免費的營養午餐，更要全面性的提升整體食材安全性，同時兼顧營養均衡，減輕育兒家庭負擔，也守護下一代健康長大。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進入4月，又是賞櫻的季節。台北市螢火蟲季在4月1日起浪漫登場，從市區公園到山林秘境都能盡情欣賞。想要看得更深入的人，還可以參加南港茶山的夜訪火金菇及大安森林公園與龍興花園的夜間生態導覽活動。此外，今年大安森林公園還將推出親子音樂會與手作體驗，邀請大家來趟春夜專屬的小旅行。不管是樹林還是草叢間，到處熒光點點，宛如仙境。進入4月，又是賞櫻的季節，台北市螢火蟲季也正式展開。從市區的大安森林公園、龍興花園，到台北市立動物園、士林官邸、永健國小校內的馬明潭，再到舊莊國小後方茶山、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及指南溪草南橋，不管是交通便利的市區，還是寧靜的山林秘境，都可以欣賞到漫天飛舞的春夜主角螢火蟲。民眾除了自行前往，也可以參加台北市政府整合各局處所推出的各項夜間賞櫻導覽活動，也具體呈現台北市公園生態復育的成果。因為其實它就是希望有水、潮濕，然後它其實是可以有一些躲藏的動作。那它其實是喜歡乾淨的水、不受污染的水源，所以其實基本上就可以從螢火蟲的復育的成果可以看得到，其實我們在公園生態化這一塊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去年的資料來看，去年其實那個大安森林公園有到達200隻
一個場次。那個榮興花園這邊有到300隻，那我們也期待至少能夠就是超越去年的這個螢火蟲的量。備受好評的南港茶山夜訪火金菇活動，今年則規劃3梯次。台北市政府也完成茶山步道整修，方便民眾近距離體驗火金菇的魅力。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與大坑產業文化協會在今年的4月26日、5月2日及5月3日舉辦3場活動，那民眾可以在今天開始報名，來踴躍參加我們的活動。那如果沒有報名到的市民好朋友沒關係，那我們可以自己開車或是坐公車，大概在夏日的4點到5點的時候，可以到我們的南港茶山附近賞鹽。那我們今年步道也完成，也歡迎民眾好朋友來走步道來賞鹽，來觀賞我們的生態景觀。不過賞鹽務必要遵守相關規範，例如拍照時別開閃光燈，也不要拿手電筒直射，或是穿會發亮的鞋子及配件，同時保持安靜，慢慢行走，才能欣賞到4月限定的春夜奇景。是在公園裡，尤其在都市裡面，能夠看到螢火蟲，其實是非常難得、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實大家只要遵守，就不要帶發光的東西，不要去觸碰它，不要去驚擾它，其實就可以完成一個很美好的賞螢的活動。除了賞螢外，大安森林公園4月12號起也將陸續推出親子音樂會、地球日主題活動與春日熒光慢慢手作等，歡迎民眾把握時間來趟春天限定的夜間小旅行。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台北市新河國小打造全新共融式遊樂場新河航站，結合國際教育與在地文化，讓校園不只是學習的場地，更成為孩子探索世界的新起點。從設計到施工過程，師生共同參與，將課程融入其中，讓孩子在遊戲中培養能力、拓展視野，為校園注入嶄新活力。下課鐘聲一響，學生們湧入遊戲場，有小朋友在秋千上來回擺盪，還有人攀爬設施挑戰自我。小朋友開心分享，新遊戲場比過去空地更有趣，不僅能放電，還能與同學一起玩樂，成為最期待的下課時光。以前那一塊地就是很空曠，然後就是什麼都沒有東西，就是多了一個這個遊戲場，就是可以放電的地方，充滿了期待，就是一直很想要玩，一直很想要玩。除了大秋千，還喜歡哪一個？小田園，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植物，還可以用手摸，也能聞它的味道。共融式遊戲場結合五感體驗與探索挑戰，規劃3大主題區，有夢想起飛彈跳床與夢想秋千，還有結合食農教育的幸福田園，以及由攀繩、攀岩與多樣化溜滑梯所構成的勇闖祈禱探索設施。那這五感體驗區的部分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共融的精神主要的展現的一個區塊。好，那就是有香草區，它是主要是嗅覺跟觸覺的部分。好，我們這個音樂區的部分可以拍打，音樂鼓的部分它可以做拍打，有不同的音階。然後它在聽覺的部分可以讓小朋友有充分的去探索。在快完工的時候，我們每一項遊具設施都有讓小朋友認識，並且呢讓他們參與命名。設計更融入雙語及國際教育理念，並結合南機場在地文化意象，從命名到設施規劃，皆由師生共同參與，展現共融精神，也讓不同需求的孩子都能夠自在遊戲一起學習。對，那在命名的部分，當然就是跟我們的設計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对，然後我們的設計的話，其實就是希望說，跟我們的國際教育還有南機場的在地文化，然後做結合。校方也將安全教育融入課程，採低中高年級分段使用，並安排教師與志工陪伴引導，讓孩子安心使用設施。而這座共融式遊戲場不僅帶來歡樂，更成為培養自信、合作與勇氣的重要場域，陪伴孩子在遊戲中學習，在探索中成長。記者林啟慧台北報道。台灣礦工醫院和廠商合作，引進體外反搏系統，用非侵入性、非手術以及無藥物的方式，主要是利用物理性的血管治療裝置來幫助心臟功能復健，對於治療性功能障礙的男性來說，同樣有幫助。
台灣礦工醫院和廠商合作引進 EECP， 也就是體外反搏系統，對於治療性功能障礙的男性來說，有着相當的幫助。一般來講，因為男性的性器官之所以能夠勃起，就是因為靠血液的灌注。那這一台機器就像之前上面所說的，它可以幫助局部的血液循環的供應量增加，所以對一些性功能障礙的男性患者也是一個福音。礦工醫院進一步表示，這種體外反搏系統用非侵入性、非手術以及無藥物的方式，主要是利用物理性的血管治療裝置，幫助心臟功能復健。一般來講，還是針對心血管循環的一個輔助治療。譬如說，病人患有冠狀動脈心臟病，他在開刀之後，或者是裝支架之後，或者是藥物治療之後，仍然有感到心絞痛的患者，甚至於說有些患者因為年紀大的關係無法開刀做一些那個支架的裝設的話，這個機器是對心臟冠狀動脈疾病的輔助的一種治療的方式。另外 ，EECP 體外反搏系統對於需要高壓氧治療的民眾或是運動選手比賽完後的恢復也都有幫助。這台機器主要就是增加所有組織器官或者是周邊血管的血液循環系統的改善。所以高壓氧本身，假如你先經過這一台的治療之前，先做一些反搏治療的話，可能會讓血管的那個彈性或者是心臟的回流比較好。這樣做高壓氧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吸收到更多的氧氣，讓組織有更好的恢復能力。這個機器主要是增加血液的回流，那讓心臟的輸出血液能夠增加。那所謂輸出能量增加，就是各個組織器官的含氧量就會獲得更多，所以對於選手的恢復功能應該是有間接的幫助，因為氧氣的供應就是讓組織恢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過，台灣礦工醫院也指出，還是有些疾病是不適合使用體外反搏系統。一般來說的話，譬如說他有癌症，或者是說有深度靜脈栓塞，或者是腦中風出血型，這些患者萬一有經過這些治療的時候，可能會讓病情的變化有所變化，發展比較不良的方向。這種的話，我們就可能是沒有辦法做。礦工醫院方面強調，病人或是選手到底適不適合使用體外反搏系統，都需要經過醫師的專業判斷。這一套 EECP 體外反搏系統價值大約360萬元。台灣礦工醫院和廠商合作，先引進2套，一般建議治療1個週期循環要35次，1次1個小時。記者吳俊松基隆採訪報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感謝大家，我們下次再會。